做成坚强免搁想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煞去超看待，都讲剑来无三当叫我出卖，千百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黛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黛蒂。天空降水，宝岛风飞，身边只准备一千个等待，看你困眠是我的嘴脸，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做美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记住一个有叶梦我无想好，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是的几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骹吞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大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真心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心梦时。三来好爸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煞去超看待，都讲剑来无三当叫我出卖，千百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黛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黛蒂。天空降水，宝岛风飞，身边只准备一千个等待，看你困眠是我的嘴脸，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做美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
望我路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更高世态，伊煞紧朝看待，刀光剑来，无三通叫我阻碍，千百里间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彩，宝座风飞，心比你绝比一千个赞美，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落飞。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准备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路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午安，兄弟们！我即摆真正就爱困呢，但是我袂用困，我还是早早开台，早早去困就好啊。大家午安，来，我记得我上次是不是也是很想睡的时候，然后快点把我们的深层重训疼爱的这个葡萄干大餐搬出来，然后我就瞬间苏醒了，对吧？我就瞬间更生醒了。我今天原本是想说，不然简单的歌杂好了，就也聊一下说，早上在忙什么啊？然后我们的那个生日周边什么 blah blah 的啊，对，但是我觉得不行，我需要一点刺激的深层重训餐之类的，对，例如多刺激，对，就是这么刺激的这些东西呢。我们的第4份深层重训餐啊，我袂记这块得比得啊，等，这个需要茶叶呢，这个没有茶叶我会就地往生呢，你们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的茶叶在外面，我忘记了。大家午安，大家午安，大家好。总觉得是不是很像好久不见了？五一劳动节连假之后，对我们有3天不见了。你各位依旧是爱着你们老公的老公吗？等我一下，我这个如果没有茶叶，我会死去呢。你们等我一下，你们继续背
我们的专辑洗脑一下，来啊！猪猪离开以前，再次跟大家哄嗓吗？好，不管，反正老面线应该都知道啦。我们的实体专辑已经开放预购了，有我们的瓶装版跟真绝精装版，大家都在楼下下面这里。那这个是瓶装版。然后这个是尊爵不凡的精装版，欢迎大家一定要用资本主义的力量替我们支持起来，我们才有机会，可能才有机会生出第2张啦。如果说你们真的对于我们的专辑很有信心的话，也很喜欢的话，请一定要资本主义的力量去支持。就是如果精装版真的觉得哇，这个就是不是大佬，可能就是压力大，没关系，瓶装版在这里。好，瓶装版在这里，不用担心。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瓶装版实在是真的是非常的瓶装的价钱，欢迎购入精装版，谢谢，都可以，好不好？欢迎大家支持起来，好不好？真的谢谢你们大家，我们这次的专辑不仅数位版，我们连实体版都已经确定要发行了，哦耶！对，精装版，忘记就算了，没事，不行啦，我这个要是没有茶叶的话，我真的就地往生。你们等我一下，好，你们继续被猪猪的专辑试听洗脑一下哦。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让你听到咱头壳上色派的大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到真正的是世界已经变化。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世界超看待，刀光剑来无三通，叫我做嘛千百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比之全比之情较真呢。看你滚变是我的水眼，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落飞。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做味拖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是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让你听到咱头壳上色派的大魂。
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的路。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 David 等来啊，我回来了。为什么又要放葡萄干？等一下，不要放葡萄干！我这边现在都葡萄干了，水母。现在猪猪贴的46个月一起给也可以，是不是？哦，不会的，不会的，基本上就是现在啦，对，也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那个我们文化部爸爸加码的这个小礼物嘛，每一个月都不一样哦。欢迎大家有支持起来的，记得要去填单。之外呢，我们高阶会员这边，如果说您是希望是那个就是那个全家收获的部分。猪猪这边基本上我已经把大部分高阶会员的这个资料都填到我自己这边了啦，也就是说伊藤先生会把基本上就是一定要全家收获的你各位的这些文化部爸爸的小礼物呢，未来都会统一寄到猪猪这边。我未来在出高阶会员回馈的时候呢，会在一起寄给你们这样子。对，因为伊藤先生一人作业比较繁忙。对，那他那边就是以中华邮政的算是出货为主。那之后我是想说，因为我们家这边很多尊爵不凡的大佬，其实是家里不方便收件的或者是住宿舍的一些工程师之类的，所以没关系，统一由猪猪这边帮您出货，那会一并放在我们的高阶会员的回馈的包裹。对啊，只是因为伊藤先生他可能我在想说，可能5月还是6月才会一起把可能3、4月的这些小礼物再一并寄给我。好，所以之后就是如果你们没有在中华邮政那边收到，就是我们的那个文化部爸爸尊爵不凡的礼物的话，基本上就是都是寄到猪猪这边了。那猪猪这边就是会帮您在高阶会员的包裹里面再放进去，大概是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哦。不放葡萄干放什么东西？不要再葡萄干了。又在放重播吗？我有重播吗？哦，你是说那个上礼拜上礼拜？我觉得我们深层疼爱重训餐的效果音应该是没有办法再发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效果音了，大概就是这些了。对，大概就是有一些还会再有奇怪的效果音的话，我们今天再试看看嘛。应该是不至于再重播啦齁。好，我们深层疼爱重训餐一定要配合我们的咱的 David 啦，不然我真的整个人会往生啊。我茶放这边好了，对，冷冻的明信片，没错，你们会收到冷冻明信片，小林宝贝。好啦，好久不见了，我是一一跟大家打招呼。首先洗他娃娃，好，重训餐室就是一个深层疼爱重训餐哦。然后店先生一拉上来，对，店先生现在也在很可爱的在创作我们的算是新衣装的预测的涂鸦，是不是？谢谢你们的参与哦！记得就是涂鸦完之后要上传 Twitter， 然后 hashtag 打个，对不起，我刚芭乐吃太多，对不起。然后 hashtag 迪卡请行纱哦，但是如果请行纱你们真的不方便打的话，就是迪卡新衣装其实是没关系啦，对，因为毕竟就碰掉了，就是那个宣传的 DM 上面是写中文的穿新衣嘛，对，所以你们不管是穿新衣还是请行纱拢会使齁，我都会去寻找，都会去找出来，然后公审不是找出来，然后跟大家一起欣赏这样齁。然后丹亚伊拉下8月1号先生8月桃花先生，对，我真的记得了，我在睡眼惺忪的时候居然
想起了这个重要的事情，我要关回放。然后 YF 先生伊拉夏菜菜，谢谢今天过来，依旧是这样的专辑没有被盗账号哦。然后晴天伊拉夏，黑夜伊拉夏，然后小喵喵军装版，没错，军装对军装，瓶装版有那种保温效果。有没有保温效果我不知道啦，不然你们瓶装跟精装都买回去看看，看哪一个保温效果嘛，好不好？然后 Robin 今天会不会重播呢？啊，我觉得高几率应该是有机会再重播一下，对。然后加码什么？不要再加码了，福利熊！而且讲到这个，我今天要是拯救了豚族村庄，我今天要是也是顺利把这一盒吃完之后啊，我就只剩最后一盒嘞。哦，我就要跟就是葡萄干说拜拜了哎，我们家葡萄干就真的毁尸灭迹，但突然觉得有点寂寞哎，真是的，怎么这盒吃完就只剩最后一盒了？糟糕！哎呦，突然觉得好寂寞。你们那个谁生日记不准寄那个什么葡萄干过来哦？对，只要我不打开，我囤积在那边就好了嘛。我用你们的魔法，对，回应你们的魔法，对不对？芭乐吃太多，对，刚刚不小心打了嗝，对。然后早上猪猪在跟祭图小伙伴的阿欧还有艾瑞克老师在讨论说，我们这次5月份的生日的周边的一些巴拉巴拉，还有一些什么 DM 排版啊，差不多已经决定好要哪一些款项，还有哪一些类型的周边的，好期待哦，对，好期待。所以啊，目前我们4月底5月初就是开启了我们这个专辑的预购之外啊，大家虽然说要报税了，对，就是荷包不晓得撑不撑得住，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稍微的再把荷包挪用一些，除了支持我们瓶装版跟精装版的专辑之外，我们5月底的这个周边也真的是超级台，让你们带上一辈子的，请大家一定也要帮我们预留一下荷包的钱哦。对，有没有觉得寂寞？我只是就是我不晓得生理上会不会很怀念它，只是现在我突然想到啊，这一盒解决之后，好像只剩下最后一盒了呢，有点开心，但是又觉得啊，未来很像如果想重训的话，是不是就没有动力啦？哎呦，糟糕！我觉得不要啦。普利熊没关系啦，普利熊，这个朱迪卡生日也快到了，我们寄一些就是可以让朱迪卡真的开心的东西嘛，你说是不是？对不对？而且我还有3色豆还没有解决，我还有3色豆水饺，好可怕哦！飓风葡萄干，我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好吃，但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好吃吧。哎呦，反正这一排葡萄干是我这辈子最怕的。我们现在来吃一下单颗，看一下我是不是这个礼拜也是对于就是这1-2颗的冲击已经没这么大了。对，果然呢，真的1-2颗其实真的对猪猪而言好像真的还好了。真的耶，它真的解冻之后的那个温润感真的还好。然后3色豆在葡萄干面前简直就是可以吃的东西了，对。对先生说要开始下一次吃葡萄干。我只要不开启那个罪恶的转盘，我就没事了，不是吗？我只要不开启那个罪恶的转盘，即使我们今天真的福利熊 AKA 趴趴熊 AKA 全村的希望熊寄了大概3-4箱或者是345箱到我们家，我依旧是放在角落。对，只要我不开启那个罪恶的转盘，不就没事了，对不对？对，人就不要作死就不会死，对不对？在葡萄干面前3色豆，对，已经不算什么了，真的。找一下吗？葡萄干类葡萄干类点冰度可以不要吗？好了，只要不要我吃，我就看到葡萄干这种线值马上下降，你知道吗？真的耶，我像是连看葡萄干的线值会马上下降那种，对。因为大家就累了，想叫我只要不要作死就不会死嘛，对不对？对，2颗吃还真的可以。你们再寄过来，
顶多我就让它变成角落生物葡萄干不就好了，对不对？是不是？好，2颗2颗吃，依旧是没问题的状况下，我们今天在重训以前，我们再来开启大口大口喂自己，大口大口喂自己。九阴伊拉塞，我觉得现在我看到三色豆也会觉得很快乐呢。三色豆，你先后退，你不要跟葡萄干同流合污，三色豆什么的真的是太轻松了。色后伊拉塞，老婆，这里可能没有婆，但是很多老公的老公们啊，任挑任选哦。然后也要记得支持一下我们实体专辑，已经开始预购了吼。我们5月份有好多东西可以让大家买哟。我们的这个实体专辑的预购之外，还有我们可能5月25号会公开的我们这个生日季的限定台味周边，真的也是非常的台味。你可以不要继续找恐怖食物。福利熊的快乐就是欺负朱蒂卡呢。福利兄弟的快乐就是欺负朱蒂卡，对吧？我们深层的重训餐，来，我们倒数第2盒。总可以不要再饼干啊！不要走错饼干啦！反正你们寄来，只要我不要开启那罪恶的转盘，我就没事了。好，老话一句，已经预购了吗？谢谢色猴，谢谢你们的支持，记得支持起来哦。希望我们这张专辑可以在今年度真的有还不错的成绩，然后未来还真的有机会可以再资助第2张或第3张。不过资助专辑真的超烧成本的，对，现在就是希望更多人可以把我们的专辑支持起来，好不好？虫饼干什么的，反正目前我还没看都当做是没有。今天我只要先解决眼前的葡萄干，就又代表我又可以拯救就是豚竹村了，对吧？那拯救豚竹村的速度，我们应该要快马加鞭，所以接下来我也是大口大口的塞看看。专辑来没有办法听，说的也是啦，就是收藏。还是有那其实像的那个复古的 CD player 是大概几千块就有了啦，对，不然其实线上版一直都有啦，你们一直听得到，只是这个复古瓶装版就是稍微可以让大家怀旧一下人手1 CD 的时代这样子。说真的，豚妈她其实不怕，而且她挺爱的我到现在还没有打开哦，因为我跟我妈妈讲说要打开之前一定要告诉我，对，我要好好的跟福利熊交代一下我什么时候吃，我吃了几颗，你看我多听话，要不然其实豚妈一直很想开来吃，你知道吗？对，它是有 CD 那种专辑没错。不要脱落饼干啦！缅甸的点心有什么吗？有什么奇怪的吗？再怎么奇怪不会比这个东西奇怪吧，对不对？好啊，大口，我现在拯救豚竹村，先来大口的。我只要先不咀嚼，先不要咀嚼下去很可怕。我还没吃哦。只要大小姐是可以接受三色豆吗？这么好吃吗？对，三色豆其实在葡萄干面前它显得非常的好吃。我现在想到三色豆水饺我会流口水，你知道吗？因为我最近比较忙，我跟妈妈讲说要开的时候先跟我说，不要放太久嘛。那我可以分享给豚妈吗？因为豚妈一直很想吃，可以的话我这2天就来开来吃。我要来咀嚼。对。我只要不要咀嚼太多，吞下去就对了，对吧？我只要快点吞下去就对了，对吧？
我只要快点。我只要快点吞下去，就没事了，对吧？我只要快点吞下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吃完葡萄干餐我就会流口水，不是因为我需要它，我需要的是这个。我现在突然好想吃三色豆水饺，那个东西跟这个葡萄干比起来，真是人间美味。谢谢福利小鹅，屯妈一定很开心。那我要跟屯妈说，我们这2天可以开来吃了，谢谢。那我要把它弄成漂亮的煎饺，再分享给你们看。我那个冷冻水饺，我其实很喜欢把它煎成煎饺。什么吐一口水不累？溺水 ASN 哦，对，溺水了。幽灵安安。PS3 可以拿来放 CD 哦，原来有些游戏可以拿来放 CD， 很棒！我的第一口先拯救了豚竹村，然后我把三色豆往后移，因为他们相较之下是可以吃的东西的。而且像想起来，我真的觉得上次跟你们玩那个有劲转盘真的好好笑，下次我们再来玩好了。不是有劲，就是友情，挺有趣的其实这样想起来就很好笑。虽然说就变成这般田地有6盒，对，有5盒还6盒这般田地嘛，对不对？但是想起来就，人果然是犯贱的生物，我居然怀念起了那个有劲转盘，哇！拿去开派对哦，真的吗？给爱梦吃是不是？真的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啊！圣仔伊拉塞第一周，小莲宝贝，你好意思说？亲爱的宝贝，你好意思说是吗？好啦，刚来的朋友伊拉塞，欢迎来到迪卡的频道，我今仔日要来重训一下，不过重训的进前呢，爱先来吃这葡萄干，对，是安怎要吃这葡萄干咧？这我就歹解说的，就吃就对了啦。有听到我在叹息啊，吃就对了，不要再问了。是安怎要吃葡萄干？我嘛想要问我自己，是安怎要吃葡萄干咧？什么猪猪恩啊？反正我这盒吃完，我只剩最后一盒了。只要我不开启有劲转盘，我就没事。但是现在就觉得说，那个好好玩哦，跟你们相爱相杀真的好好玩哦。第2口拯救村庄的朱蒂卡，加油！谢谢我们塔瓦加入了43个月的影视主总裁，但是你们眼睛也这样中，他已经是耳顺之年的年资了，60了。胡萝卜走开，你不要跟葡萄干同流合污。我现在努力的大口先把这个葡萄干先解决。寄出礼物吗？谢谢小喵喵，你寄出的应该不是葡萄干对吧？你就最疼猪猪了对吧？谢谢，你们要寄出礼物的哦。来，猪猪要过生日了，要过生日了，然后那个生日雪灵宝贝帮猪猪把那个寄出生日的那个 DM 做的非常的长辈风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但是我现在满嘴的葡萄干，好吐。猪猪要生日了，如果你要寄礼物给猪猪的话，非常的欢迎，大欢迎哦，好不好？你看我们下面满满的宣传文，好啦，就贴在这边吧。想
尊爵不凡的你们，想要寄礼物的，请看这边；想买我们复古瓶装版专辑的，请看这边。尊爵不凡的你可以参考这边，谢谢。好了，我现在要来咀嚼了。哦，萝卜我可以，红萝卜我可以，因为可以，所以它不能跟葡萄干同流合污。因为红萝卜很喜欢吃，所以这些东西这一区是最后才要吃的呢。这一区是最后区呢？为什么是最后区？这一区是最后区，最后一区啊，最后区呢。然后今天结束之后啊，我要去想要去关帝庙一趟，问个事情。如果等一下没空的话，可能就明后天再去，因为最近有些事情想要去问问。之后再来跟你们讲这就问了什么，好吧？这个是喜欢吃的都在后面呢。好有吗？吃完睡不着，我现在真的想睡的时候，你就只要开启深层重训餐。我之后如果我想睡的话，我就没有深层的重训餐可以吃这个好珍贵哦。没事，水灵宝贝，你的排版已经很棒了，你的排版已经堪称优秀了，长辈图等级的话。好，我现在葡萄干削的比重训还快，胡萝卜最后的进度，我要来咀嚼了我要咀嚼了。好，我就连这口水都很不想吞，但没办法。我只要快点吞下去就好了。真的没办法，葡萄干真的对我而言，这种大口大口的每一口都是生命的尽头最后鸡腿等一下，为什么有鸡腿？鸡腿好吃啊，我也很喜欢吃鸡腿。像 GPT 又做的比你好吗？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我们手感这个东西基本上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水灵宝贝，你这个长辈图的这个 DM 不是用 GPT 做的你是自己做的是不是？天哪，是你自己做的，那你真的很有长辈图的天赋，对。所以我以为你这个是直接就是请 GPT 做所以打败吃一口葡萄干真的，我跟你讲，亲爱的小喵喵，我打开我吃一口葡萄干，我老不止30岁，我可以直接老5000岁给你看。好久不见，你瘦了一大圈，苦笑的脸，满额泪。你说葡萄干不能吃，对，那是不能吃的东西。这是水灵宝贝自己做的，谢谢你，万分的感谢，太感谢了，谢谢。我以为你是 GPT 按一按，我想到奇怪 GPT 怎么产出来的这么有人情味？GPT 像做长辈图，他才不屑做吗？GPT 居然不屑做长辈图，可以好好教育他吗？这个长辈图多么的重要啊！这里呢，这个长辈图多么的重要，
啊，但是如果您对我们的这个专辑实体版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预购起来，谢谢哈。瓶装版跟精装版都有哦。吼，有时候会字体跑掉的问题，那你自己 DIY 吗？哦，这个是称赞吗？一定要的。所以你被称赞一下，跟着老30岁啊。哦，想听我更老的声线吗？我跟你讲，老声线已经不是问题了，我担心就是稍纵即逝的生命就这样没了。没错，每次的重训餐只要把快乐的东西留在最后，我马上就可以复活。我现在只是就是对经过了一层地狱，经过地狱而已。我只要不要咀嚼太多口，我有点找到诀窍了。我只要不要咀嚼太多口，就快点吞下去，然后最后是消化不良。对，反正就是消化不良而已嘛，对不对？谢谢哈基巴沙蒂的精装版，哈基巴沙。既然你都这么支持我们精装版的，应该会好好的把就是我们朱莉卡的胖次穿在她的该逼，对吧？应该会穿在该逼，对吧？应该不会又出现在奇怪的地方，对吧？是这样子对吧？哈基巴桑是这样子对吧？那个胖次，请让他停留在该逼，谢谢。对，又是该逼，没错，请大家支持，谢谢我们的精装版、瓶装版。哎，但葡萄干不用支持哦，葡萄干真的不用再寄来了。我还没咀嚼，但是在重训之前，我就先拯救我的村庄。老娘现在要来咀嚼了。桃花，我要找朋友吃药。对，我直接吞下去就没味道了。牛妈，你好好打字啊！我的该逼要怎么支持啊？你们可能支持不到我的该逼，对。但是呢，我干嘛拒绝他？哦天哪！但是呢，我们的该逼真的需要好的内裤。我们这个非常潮湿的天气，需要好的内裤的滋润，谢谢。哇，好，等一下，我先咀嚼一下。好，我现在要吞下去了，这是吞下去的时机。稍纵即逝的生命就是如此呢。我认为我可以，但是在第3大口的时候，我觉得我生命已经到了尽头了。我觉得我差不多现在就是稍微把那个，你看我吐血了，真没办法，身体受不了了，出血了，没办法，真的出血了。好了，这是葡萄干汁啦。生命到了尽头，我觉得我应该把那个后事交代清楚。请告诉屯妈我很爱她，不管几次我都要讲，请告诉她我很爱她。然后就是之后如果我真的人生毕业了，拜托，就是这2个东西，特别是这个东西呢，特别是这一版呢，买爆它。这一版的话不勉强了，但是这一版请买爆它，谢谢。这一版非常高规格、高成本哈啊，这一版的话就随缘了，但这一版请买爆它，谢谢。干嘛支持你看该逼啦？粉丝狗狗说吗？哎，什么粉丝狗狗？谁说什么东西？泡泡熊。
我跟你讲，越南春卷皮我超喜欢小苗苗，因为我跟我妈妈也蛮常去吃越南料理的。越南春卷皮基本上百搭，对。可是那个东西不可以让葡萄干去污染它，绝对不可以。它是非常神圣、非常纯净、透明、无味、很天然、很天真的个体。为什么要让这个东西污染它？你看，生理性出血了，何必呢？猪猪如何重训哦？重训的方式有蛮多种的啊，我们可以先从深蹲开始。那你深蹲要不要负重？基本上看自己的体力跟你要训练的部分在哪里。对，然后如果说你不负重的话啦，你荡式跟深蹲基本上你只要姿势做好，它就可以达到很好的训练的一个效果。对，首先你屁股会酸的要死，对，你的肚子、你的核心整个会很紧实，尤其是棒式，超爽。越南春卷皮包药吃是不是？我倒是没有试过，因为越南春卷皮包药我也觉得很浪费，因为它这个就很好吃，就是这样下。的确啊，这个已经快把我逼疯我决定在我今天重训之前，我要先拯救我的村庄，然后重训完之后，我要迎来就是美好的果实。我们今天就这样。今天重训以前，我要先拯救我的村庄，也就是说，葡萄干在我重训以前呢，一定就是会被消灭殆尽了。等一下哦，为什么下面还有一些葡萄干藏在地下面？干嘛啦？走开！这不能吃的东西你们全出来，不要给我躲在里面。来，芋头乖乖，芋头小乖乖过去，然后三色豆。姑且在葡萄干面前你们是小乖乖，对，但是在芋头面前你们就是小坏坏。三色豆跟芋头在一起等我吃葡萄干。原来是希尔吗？我的艳遇好姐妹，她怎么可以舍得伤害我呢？对不对？我的艳遇好姐妹，而且这一次就是我们福利熊送福利嘛，就是送给好多姐妹兄弟吃回馈，然后真的也很感谢，就有特别分享那个，不管是私下分享的还是就是有开台分享的，都超感谢。像爱梦还有就是希尔有开台分享，我其实都觉得超感动的，谢谢他们不嫌弃。也谢谢我福利熊用这个最迂回、最温柔的方式支持朱莉卡频道。对，我就说我们家大佬都很温柔的，对他们只是就是做法比较霸总，对，就这样子。我叫你吃4个字，好，浓缩成4个字。他们想说的是啊，体恤猪猪的辛劳，我们帮猪猪多一点的金流在他的频道流动的当下，我们形成了一个相爱相杀的情谊。谢谢你各位大佬，我的高阶会员。我的组员们、经理们，我的萌新们、专员们，谢谢你们总是用最迂回的方式支持的朱迪卡。我知道你们很爱欺负我，但是你们的迂回居然支撑了这个频道4年多啊！是不是？你偏心都不爱我，对我就是不爱你，对怎样？对咬我啊，葡萄干怎样？我就是不爱你，就是不爱你。谁叫你是葡萄干？我就是没有办法爱你，爱不下去。他买了芋头啊，那个好吃桂花芋头很好吃小喵喵，请他吃一口的啊。我们家希尔舍不得的，对他一旦他知道我就是现在在忍受这个深层疼爱中训餐，他一定会非常舍不得我的，一定。薄荷，你好好选字好吗？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是不是？好吧，就像您说的，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小天，谢谢小天让我有猪猪看。我们家大佬每个都非常的温柔，对，只是做法迂回。例如要我吃这个葡萄干，是为了增加我的重训，我的肌力。对，他们真的非常的疼爱我。行情吧桑，你那个散的循环的那个散可以好好选字吗？这是没需要鸡汤哦。我要你爱，可是我要你吃，好像可以。是既和平又温馨，不愧是我们家的熟男。你各位真的是我的骄傲，我的熟男们。我要继续拯救我的村庄，在今天的重训以前，葡萄干必须消灭殆尽。
我先不要拒绝，我先不可以拒绝，朱迪卡，先不可以拒绝。我知道葡萄干它其实真的是不错的东西，可是从小我就真的没有办法。为什么我又在流口水？塞得满满的朱迪卡，塞得满满就对了。用你的嘴巴塞得满满的，拯救豚竹村庄。1个礼拜1次，我们也来到了第5次了，你好棒！你可以的，朱迪卡。希尔对我这么好，他怎么舍得下手嘛？对不对？不利友。不是，绝对不是我爱他，毕竟他也是酸酸甜甜的东西哦。来，对我又要重播了。但是下面这3个不是重播，请大家预购起来，试试。好，我要咀嚼咯。还有2颗。这已经不是内伤的问题了。看哪，我又出血了。对，是葡萄干，是葡萄干的血啊！好可怕哦！我觉得我们这个深层疼爱的重训餐试到了第4次大口吃啊，很像依旧啊。福一雄，莫急莫慌，这已经不是内伤的问题了。他已经直接直攻我大脑了，对，瞬间我的生命已经要燃烧殆尽。1个礼拜1次，所以来到第5次，当下反应是过了5个月了，这样不对，不是啊，1个礼拜1次啊，1个礼拜1次不是吗？过了几月了，已经不重要了，有吗？重点是，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多葡萄干，然后我现在还在那边吃葡萄干，重点是我还活着，这样才是重点。这是重播。哦，啊，洗一下我嘴巴，等一下，出血了，看看怎么办啊？好可怕！可惜外甥，连这个都可以扯是吗？来啦！我今天只要把这一口再把它吃下去，我就拯救豚竹村庄了啦！啊！我只要把这一口再吃下去，啊！来，这个礼拜的豚竹村庄只剩最后一口了，这个礼拜的豚竹村庄加油！这个礼拜一定要好好的拯救。
我打嗝上来的葡萄干的味道啊！好崩溃！打嗝上来的葡萄干的味道。不，倒数第2盒。但是想了一下，以后我很像就没有可以打起精神的东西嘞，提振精神就只差这个了，对不对？最后一口，兄弟，我把这口吃完，拯救豚族村庄。我们要祭典式的，好好的重训一下。没错，就是祭典式的。多重伤害 combo。我说盛虹以及敬爱的薄荷，你们是不是对于就是开心的定义有点误会了？随便打个2次伤害，我真的觉得我太乖了，我真是每一口都这样吃给你们看真是太乖了，你知道吗？不懂得作弊的朱莉卡，实在是太亏了，太亏了。我一定要学会之后的转盘开起来，我要懂得怎么作弊。快了，快了，快了！哎，最后一大口，最后一大口，不要这时候流口水了。全家们是吗？这些是我的，这些是我的葡萄干。虽然说想给你们吃，可是这些是我的。这个凤梨跟芋头，还有沙色豆都是我的。对，我像在护食。新秀二，中岛公安，中岛好。我即马咧食这袂用食的葡萄干，够恐怖的这气味。好，我要来剥啊！我要来咀嚼咯。哦天啊，好恶心！不行，卫生纸。这不是我的中岛，这应该是我的中心啊！新秀二啊，救命！豚足鸡成功的在这一周又拯救了他的村庄，虽然说在这一周留下了悔恨的葡萄干出血的痕迹，但是这个是胜利的勋章，这个是胜利的勋章。我又成功的拯救了豚足村。哦，拜托不要打嗝啊！不要打嗝！不要打嗝！哦。
新秀，你讲我刚才食个真欢喜哦！你敢确定这头拄我发出的声音真正是足欢喜的声音吗？你敢听一摆好无？新秀二，这真正是足欢喜的声音吗？你敢确定一摆好无？这真正是足欢喜的声音吗？你敢确定？不讲武德吗？那我们福利熊也不讲武德吗？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不讲武德，因为天性实在是太过善良好欺负。但是啊，我很喜欢去那个北港的武德宫，福利熊。福利熊，你们每次都赚这么多钱，是不是因为你们也有去武德宫啊？不讲武德，我超讲武德的。我们家还有武德宫的发财箱。福利熊来，不讲武德是不是？我下次的转盘，我一定要不讲武德啦！等到我们的重训餐还完之后，就是我不讲武德的时候了。等到我的重训餐燃烧殆尽，等到我的重训餐一去不复返，再也没有在冰箱有任何库存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下次再开启我的重训生成转盘不讲武德的时候了。在那之前，我要学着变坏，我要学着不讲武德。另类的恭喜，我哪有很开心？先给你葡萄干，然后再用葡萄干吃给我。不用这么麻烦啦，毕竟我们福利熊大佬的心意，即使就是我已经吃到内出血了，我还是要好好的把它吃完哦。你听，你有我有听你在笑，嘿，我头拄是在笑无唔对，不过我头拄在笑的声音，真正是足快乐的声音吗？你该确定一摆好无？新秀丽，你该确定一摆好无？我头拄是咧笑无唔对啊，不过头拄迄笑声，真正唔是足欢喜的笑声呢。刚是足欢喜的笑声，应该唔是吧？我有三从四德，人畜无害，可是我超讲武德。可以问薄荷怎么玩死大小姐？可以不要这样子吗？好，对不起，我觉得我还是乖乖转盘，什么都玩不过你们。可是即使我讲武德好了，为什么还是这般田地？我超讲武德的，还是这般田地啊！我已经这么讲武德了气死我！但不管如何，我已经成功的拯救了这个礼拜的豚竹村了耶！只要我不要打嗝就赢了。可笑嘛是，可笑嘛是送笑。不过我即摆就欢喜的，新秀你咧拍这台湾的政治的时阵，我都看有啊呢，我都看有啊。哎呀，我真正学到就欢喜耶！我现在就是看台湾政治，好像阅读能力有稍微变强，好开心哦！谢谢你们陪猪猪上课，听到葡萄干很开心。我开心的是，我对于台湾政治的阅读好像有进步了，绝对不是因为吃什么葡萄干。我现在在流这个口水，绝对不是因为葡萄干，那是因为这个茶叶回甘哦。薄荷说劝猪猪再想想。有啊，我想得很透彻啦，在你们面前我不能不讲武德啊，不然死的一定是我。你看我这么讲武德，就已经变成这般田地了。要是我不讲武德，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葡萄干那个配性100年都吃不完，你知道吗？只要开始完就没有赢的机会，太真实了。请注喝气泡水压惊吗？哪里有气泡水？行气泡上，你的意思说有是有头那个吗？我看一下，不好意思，等一下，有头啊！祝你生日快乐！我先生，你是金牛座的吗？明天生日好像是金牛座，对不对？
安娜到地大巴塞嘎抓嘎抓芭比，老公公芭比哦，芭比里满苏路易曼尼，富贵哇！外福先生，明天要好好的去吃一个大餐，知道吗？然后吗？哦，我看一下哦，谢谢我把赞助效果放这边好了，不然我担心没有看到，好不好？谢谢 YF 先生，等一下哦，生日快乐！哦，吓我一跳，我以为夯鸡巴上有头，没有关系，没头没关系，我担心你们有头，但是我没看到这样子，对，然后我也担心就是那个什么赞助功能没有跑起来，对，好，我现在把那个赞助功能往上摆好了，谢谢150块的赞助，也祝福 YF 先生。等一下，为什么现在要打嗝？也祝福 YF 先生。也祝福 YF 先生心想事成，不要像我一样不作死就不会死，吃这么多鬼葡萄干什么的，不作死就不会死。安尼之后呢？啊，猪猪啊，胃口吃是啥意思？几时的台语也没那么凉啊。好，托你爱子。我已经报名，伫咧7月25啊，7月25，对，因为陆先老师说，所谓的台语的文法并没有25号，他们是说7月25，对，7月25号要考试，安尼就好诶，嘿，我也加油哦，我会努力跟上，就是大家很厉害的台文使用者的大家，对，生日快乐！然后 YF 先生，明天下午请他出去。啊，去享受平日给猪可以不要吗？谢谢你的赞助，但是那个赞助我不会拿去买葡萄干啊。我们这个福利熊的深层的疼爱的葡萄干，我还有一盒哦。我赢了啦！现在它里面没有任何一颗葡萄干了，有的话我就是猪。我清干净了，我清空了，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奇奇怪怪的葡萄干在里面了，自由了。虽然说刚打嗝上来都是很可怕的葡萄干味，但是现在的我自由了，耶！我觉得我可以放宽心来重训了，太好了。草轩你好，欢迎来看猪猪把葡萄干吃完，非常愉悦的状况。这么巧呢？不是涛啊，你就不是金牛座，你在那边。涛啊，你生日已经过了，你在那边跟迪卡头是做。是，等一下，不是盛虹，你明明就不是双子，你10月就不是？等一下，你们到底现在在搞什么鬼？我觉得我是不是？怎么你们的星座的月份的认知跟我不太一样？不是，猪农先生，你评评理。我一下子吃这么多葡萄干就算了，这个是不能吃的东西，我居然还有2次伤害的打嗝，因为吃太快。乖，不是啦，你今天进来，我就没在讲改变，我就没在讲改变，我今嘛没讲改变，也是他拄仔迄行今嘛衫咧出现的时阵，我就甲伊讲一个，安尼改变爱穿内裤哦，你内裤爱穿咧改变哦，就是这样子。我只是好意提醒行今嘛衫，他把内裤放在该逼的位置，不要放在脸上。是忘记什么？有5盒吗？那个不能怪猪猪，因为豚妈真的没有收到任何的简讯通知。对，那为了很担心就是遗漏简讯的部分呢，如果是常温的东西可以常温配送的话啦，例如葡萄干，还是强烈建议你们还是寄猪猪的邮件信箱。我们这个邮政信箱，就是如果真的是常温，然后不用冷藏的话，邮政信箱它每天都会提醒我要去，每天都会寄信提醒就对了，提醒的很频繁，而且很烦，对，就很烦的提醒，那我一定会记得，对啊。但是之前便利商店的卷信比较没有办法太稳定的状况下，对，然后我就逃过一劫了，但是那一劫只是暂时的，听说我后面还有5盒福利熊，只要我不打开它，我只要不要把那个有劲等那个转盘打开它，我就可以不用吃了嘛，对不对？但想起来又觉得好寂寞哦。我们之后没有进葡萄干，
那是不是就代表？然后我今天想要就是稍微提振精神一下的时候，我以上就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帮我提振精神了。这样想起来真的是有点寂寞呢，有点寂寞寞呢。第二25要考，安尼 OK 啦，都没问题吗？啊，谢谢师兄你啦。我唔知影呢，不过我嘛是去看卖影的 B 级，嘿，我这摆爱去看卖 B 级的，虽然是有较困难呐，对我来讲是有较困难，不过我想讲的去看卖影的，跟主要小天你就母羊的，你这边给我装双子，你们都这样，一年12个月全部都双子座是吗？啊，今摆我讲啊。我偷偷好啦，我讲改编啊，邮政信箱很大，超大，它大到就连很多100打内裤也收得到，不是我到底在讲什么？没有，邮政信箱它是小小的，但是邮局的空间基本上它不会真的塞在信箱里面因为邮政信箱它里面就只有通知的那个牌子。好，它里面就只会塞通知牌，那我们就是把那个信箱打开，通知牌拿出来，我们再去柜台领。那柜台你也知道后面可以塞的东西有多多了，对，柜台后面全部都是你们可以寄进去的东西，只要你们寄得进去邮局里面，你们真的他妈真的很想送我一台冰箱，应该也寄得到啦，懂吗？懂吗？带这种感觉，可以在角落开心的葡萄干，没有啊，我们家已经没有存在任何葡萄干了，对，今天这盒消失殆尽了。只剩我们冰箱冷藏的最后一盒，好不好？我一直提醒你不要忘记。哇，多么专情的福利送！你打算生生世世提醒我要吃葡萄干，在某种层面来讲，真的也是有够专情，你知道吗？在某种层面来讲，你们要一辈子提醒我吃葡萄干，真的是用一辈子的心意在照顾这只猪，你知道吗？是吗？各位敬爱的面线，你们打算用一辈子的精力来欺负我，基本上这个也真的是，我只能说非常的专情啊，有够专情的我们家面线，好不好？有够专情的全村的福利熊，好不好？所以葡萄干是什么人会怕的食物吗？我不要说，不要说，我说了，然后就变成这般田地了，我不要说，不要说。就75是要考 C 级吗？啊，对先生，我不要多啦。C 级这样就困难了 ，C 那个已经是学者，就比老师还要再上去了。对，因为如果说你过 B 级，在B 级好像有分那个 B 级中高级跟 B 级中级嘛。对，那 B 级如果你考到中高级的话，你就已经可以去授课了。那都已经可以去授课的状况下，已经是 B 级的状况。那如果说再考上去 C 级，那个是超级学者、超级厉害的学者了。对，我觉得 C 级相对而言可能准备根本来不及，但是我 B 级，我要 B 级科跨买呀，请不要造成邮局很多不行，要符合规范，对嘛？像葡萄干什么的就是可能会有气味，我们就不适合寄嘛，对不对？对，你体验大小姐快乐。什么啦？等一下啦！你们到底在干嘛？等一下，大小姐又做了什么事情？她到底有多快乐？我再来询问一下大小姐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她有多快乐，好可怕哦！你们这群人好可怕哦！好，总之呢，我刚刚那非常非常可怕的葡萄干的地狱已经度过了，全部都度过了。等一下，他娃是我的友军，他应该是不至于会让你们知道，而且他娃应该，我那边还有透露什么不敢吃的东西给他娃吗？我还有透露什么不敢吃的东西给他？我记得没有啊，我记得我这个公平、公正、公开，我今天透露一定是一起透露的，不是吗？你们应该也不知道我还有什么东西不敢吃了，那个东西，我觉得不能讲，讲了会完蛋，讲了会完蛋。等一下，没关系，会员群什么的留给您各位大佬玩就好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有很多种快乐，哪一种？我打死都不讲，好可怕哦！不要，那个东西真的讲了就完蛋了。老娘今天就开了，老娘今天就把一个木资料开的是偏
满了我再讲，我要故意把那个门槛设高一点，好可怕哦！小火气里拉塞，想要我讲，让我想一下，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再讲。吃不完的快乐，那我打死还是不要讲。我们会放通知牌，这样送大件物件没问题的。对，它是会放一个通知牌的，对。然后通知牌的部分，基本上它就是，反正只要他收到，他每天都会频繁的邮寄提醒我，有时候不止寄一次，还寄2次，你知道吗？对，他一定会频繁提醒我。那我这个很需要频繁的提醒，因为我真的事情太多。对，不是菠萝蜜，对啊。想逼我讲，哪天我自己开一个，就是对逼购募资条在这边满了我再讲，因为反正讲了后面一定就有很多很可怕的事情会发生，我不如就把募资条开在这边，要死一起死，你知道吗？金钟哦，牛妈你跟我想的一样哎，其实可以。好啊，我觉得金章如果有机会突破50片的话就讲，可是太难了。金章如果50片，你们加油，可以哦。我讲过的话我都会记得，50片，不然我再上修75片，好不好？就75片。如果金章突破75片，我就讲，真的，那个东西讲了我就完蛋了，我就完全。弱点就被看透了，真的啊！因为我跟你们讲，因为像的唱片市场，因为好，应该是这样讲好了。猪猪的面线们都很支持猪猪，就是像去年我们跑了整整3个月的募资，那猪猪也看了，愿意投资我们这次募资的，就是即使可能大家生活吃紧，有家人要照顾，或者是学生族群。也很愿意，就是250块也好，都愿意投入，这样子我们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暖心了。那有些大佬可能比较有能力的，就会冲可能1万、3万、10万的，甚至39万的嘛。对，其实我们团队都看在眼里，也知道名单上有谁。对，然后大家都很支持猪猪哦，我们都知道。但是即使如此好了，唱片业已经不景气很久了。对，那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即使是天王天后，他们的唱片也是很难卖，真的。对，趴熊我说75就75，对，所以我们今天不谈金钟版啊，对不起，我们今天谈金钟版，我们今天不谈瓶装版，瓶装版要到75甚至是100，就可能还会有点机会啦。但是大家有没有兴趣买，我不知道，因为有些人有兴趣，但是他们的数位版都已经可以听了，他们不见得会想要去买瓶装版，甚至我们的精装版。但精装版今天价位算是偏高，那它是收藏品等级的啦。当然，就是你们买到这个价钱，你们到时候拿在手上翻，你们一定会觉得非常值回票价，因为它用料真的很贵，然后又厚厚的一叠。对，但是愿意掏钱买的人，说真的，应该不是那么多。所以我像75设在那边，你们加油！对，趴熊75，你们加油！对，如果精装版有机会突破75，我真的葬送我最后的一块防线。我最怕那个东西，我会让你们知道是什么东西，而且在台湾其实还蛮容易取得的。那时候我打死开台都不讲，因为那个真的玩下去会完蛋。那真的玩下去会完蛋。金钟1520，对，突破75张，我旗就立在这边，没有错。也谢谢牛妈，也谢谢牛妈的提点。我其实一直有在想说，我要怎么刺激一下大家可以来买。对，那旗要怎么立？那既然大家对于我怕的东西这么有兴趣，我老娘旗就直接立在这边了。75张精装版，你们给我买下去。75张精装版35万是不是？其实35万，说真的啦，可能对于趴趴熊或者小妮妮或者是阿吹他们而言，真的一瞬间就是啪就没了，就可能他马上补满了。对，但是以现在对于唱片市场有兴趣的人，真的是愿意购买实体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少的状况下，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啦。对，但当然你们大佬愿意直接这样啪，嘿，75张没了，然后我们也是很感谢了，好不好？
没办法投3万以上，没关系，盛虹，至少我们像精装版或者是瓶装版，你们都有办法预购了，好不好？预算可能没那么高的人，我们就瓶装版就好了。对，ZWCC 拉塞，15万以内搞定吗？我数学不好，总之75张的1520块。原来对不对？个10百千万，对，不是10百千万，11万就可以搞定，是不是？那对你们而言，这太简单了啦！真糟糕，好像没买精装版，也许我想不起来，头好痛。我这里真的抓不到你们的名单哦，因为目前呢，猪猪出货啊，任何的周边以及我们的专辑有没有，全部都是委托我们的技图小伙伴，我们的阿欧跟 Eric 老师，他们那边才收得到你们完整的资料，还有出货资讯。猪猪这边真的想猜也猜不到了，对。像他家里甚至没光碟机，我知道，对，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知道说唱片虽然说难卖，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在可以经营这条路的这个时候，留下一个所谓我们想要回馈于给大家一个所谓文化推广或者是台湾唱片宣传的一个，希望可以稍微在为这个产业加分啦，不知道有没有加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做到让大家知道说还是有人傻傻的在做这种东西因为我们真的很喜欢台语创作音乐部分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都融合了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进去这样子。而且盛虹这样讲，我觉得你应该是有买啦，对，像家里甚至没光碟机的话，基本上其实就把它当收藏品也是可以啦，对。王景再买2张，家里要 CD 播放器、主机要光碟键，少之又少，真的。我们家其实是还有外接式的CD 的播放器，对，那是因为单纯是我自己，因为以前收了很多阿妹的专辑啊，滨崎步的专辑啊，深山直太郎的专辑等等的那些，我只是摆着。就有时候没有为什么，你就单纯只想听 CD 就这样子而已。要不然其实你什么 Spotify 啊，或者是什么 YT 什么的，你随便点其实都有。只是我只是觉得说，有时候听 CD 那种感觉果然还是不一样。会买实体的人真的对，就是不确定。但真的买光碟机，不然手边好多 CD 没办法听是不是？而且光碟机其实也不贵啦。周杰还有光碟机，之前一直要考虑买外接式光碟机，小天靠你了。所以各位大佬，就是我说的75张是现在我们尊爵版已经有预购掉不知道几张了，这个也算进去哦，那个也是让大家算进去了。总之我们尊爵版目前是200张的状况下，就是减75，等到那个数字变成了125，对，我们的预购平台剩下125的那个时候，就代表达标了。我就必须抖出我怕的东西，然后我就要被玩坏了。以下第1张精装啊，真的假的？谢谢，感谢 DW 先生，小孩很喜欢吗？对，DW 先生，如果你们家宝贝喜欢的话，看要不要玩那个涂鸦。我们的那个猪猪老师有发那个涂鸦券下去了，就是因为毕竟本频道很多人夫，然后有很多人夫的2代，不管是富2代啊。还是好，你们这边没有穷2代，对不起，全部都富2代，或者是1-2岁的也好，就是欢迎你们可以把猪猪的新一装预测列印出来，给你们家小宝贝涂鸦。真的只有1-2岁也没关系，猪猪老师也会看得很开心，然后解析说他想表达什么，因为我很喜欢看小朋友的涂鸦。对，几个月也可以哦。对，就是我已经放在下方资讯栏，欢迎大家可以下载。那如果说你想就是在网络上面创作，当然也是 OK 啦，像趋势。但是如果你想要就是印下来，就给小朋友随便涂，猪猪我会很开心。或者印那个什么手掌印啊什么之类的几个月想要创作的随便创作然后再请你们 po 上来 Twitter， 然后 hashtag 一下，这样就可以了。对，这些东西都是在5月可以跟大家一起玩的，所以我们5月份有非常多的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好不好？
对，然后剪影的部分啊，对了，第4生有在问说，猪猪，你的新衣装预测的那个宣传感觉有戴斗笠，但是怎么给我们玩的感觉不是戴斗笠的？对，因为我想说你们都知道我有戴斗笠了，所以我故意在那个我们预测的这个剪影就不要用斗笠版的，因为我们这次其实有很多算是杂种本，我们这次新衣装造型蛮多元的。那目前你们看到斗笠的这个造型已经知道了嘛？那我就故意把斗笠拿掉，我就把这个可能你们还没看过的造型给你们看一下，让你们去做一个预测，做一个算是创作这样子。好，所以就是家中的小宝贝，就是不管家中有没有小宝贝啦，你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宝贝也没关系，看你们想印下来创作，还是说在线上创作，然后再上传上去 hashtag， 然后让猪猪去看也是可以。好，大概是这样子。因为6月19号要去 Lisa 演唱会都要买 CD 好赞，都买起来好不好 ？CD 方面就是不用吃 WiFi， 的确啦，因为一直以来从小你就听 CD 啊，然后所以其实我有一阵子很不习惯，就是我得去网络上面搜寻这些音档来听，虽然说对我们时代而言是方便的，但是一下子说真的还蛮不习惯的。我们家还有一堆 CD 叠在我们家客厅。线上方面，那么实体是一种入场券吗？哦，讲得真好，福利熊真的是这样子。有吗？不管穷不穷，对，因为大家其实都很努力赚钱，那钱可能就必须要照顾家人啊，或者是说投资啊、存钱什么都好，对。只是我最想说的是你们还是愿意可能挪用一些你们所谓的娱乐费过来支持猪猪的频道哦，这个对主播而言很重要哦，很重要。就是你是玩梗是吗 ？DWSS 我还以为你是人夫，因为本频道真的很多人夫，好不好？我就想说哦，原来你是人夫哦，好没关系，那你也是你自己心目中的小孩了，好不好？我看要列印出来还是线上创作都可以。带雕哥到找你，你帮忙把那个会出人命声哦，找什么宝贝应该可以玩吗？也是哦。对，如果他不嫌麻烦的话，因为毕竟妈妈这个生物呢，世间的妈妈这个生物真的是很忙，那个忙碌感真的是一言难尽的忙碌。对，不然我去问看看好了，如果他们家小宝贝愿意的话，对啊，但是忙不过来也没关系。好，我们真的世间妈妈真的超级伟大，母亲节要到了，我们礼拜五教授歌会也要到了，救命！好，谢谢大家，我们教授歌会也要到了，对，我们就是这个礼拜五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共襄盛举一下，可以的话，我还是希望您各位是学长的身份参加啦，好不好？像去年一样约了学长过来的是一群教授，我在当下不知道怎么唱歌，你知道吗？很难唱歌完全都不会唱啊，要开导唱，你知道吗？叫春丽宝贝替你生成就好吗？哦。好，也是没有关系。如果要生成的部分，不过说真的，最近 AI 生成图真的是也是吵得沸沸扬扬的。我真说大家都辛苦了。我还在思考说，哇，我们这次新衣装预测，还是真的要开放 AI 生成吗？各位兄弟们，你们觉得呢？当然就是我们不是喂图进去啦，我们是用文字去生成嘛。但是也是有一派的老师，他们会觉得说，即使你只是用文字生成，它里面喂的东西也是那些图的残骸、那些尸块，这样子尊重吗？你尊重吗？之类的这样子，有这些争议，所以我在思考说，是不是避免到这些争议？我们是不是这一次就是连文字的这个 AI 生成，我们可能就也抽掉？你会尊爵不凡的面线，你们觉得呢？我零九我得嘞。不是说 AI， 我是觉得大家使用 AI 真的都非常厉害，就很多都很职业的，你知道吗？像我自己本身目前呢，会使用到 AI 的，顶多就是查找资料跟收集资料会比较依赖 AI。就是我先想问什么问题，就是可能一句话它就会帮我整理很多他们收集过来的资料嘛，条列式整理好。对，只是我对于生成图像，我果然自己还是会有一个抗啊，就是我自己本身不会去碰，就可能你知道社畜画图画太久了，你真的你的内心会颤抖，你知道吗？对啊，只是就是毕竟趋势的状况也是尊重大家想要用 AI 创作的这个
算是欲望之类的嘛。但是我觉得其实说真的啊，这个到最后其实还是依旧会有两边的派系的产生啦。对，所以我其实也觉得说啊，好像趋势就趋势，嘿，但是基本上有一些比较希望可以获得尊重的那一派的说法，我是觉得好像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是觉得大家都没错啊。对，所以就担心说好像有争议的部分啊，我们是不是暂时就可能文字叙述，我们是不是也暂时先不要放进去呢？对啊，最近在思考这件事情，对啊。然后，总之大家都辛苦了，对，就啊，从猪猪跳进来这个圈子之后啊，其实 AI 就渐渐的算是已经在全世界的各个产业都已经变成一个辅助的工具了。对，那就其实从我出配信以来就知道说很多圈子好，或者是不管是我们这个圈子还是绘图圈、音乐圈都好，大家一定都会拿出来做讨论，那个有点像月经文之类的，对啊，所以其实我自己也是觉得，反正就边看边观察也边学，对。之前玩 AI 是完全用零去生成嘛，所以真的会是把图上传，就算没有人主动拿去喂，AI 是会去公开网址查找资料，是 AI 是这样子没错。画图很累，丢你的图进去喝什么？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看个人，对，因为其实有时候我在 DC 看你们玩 AI，我反而会觉得说哇，大家怎么都这么厉害，我们都生成的这么厉害这样子，对，那你要说这个东西我很反嘛，我又觉得我必须跟他共生共存啊，对，我不跟他共生共存的话，完蛋，就是下一个就是我被淘汰掉，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有点尴尬啊，而且就像巴拉熊说的，我今天没有主动喂养，但是 AI 它会去找资料，好不好？可能我今天这两张图，对，就是L 爸爸尊爵不凡的这个图有没有？好，那我没有拿去喂，可是因为我配信了 ，AI 会去找资料，对我上传到 Twitter 了，大家来买我的专辑哦 ，AI 也找到这个资料了，对，那这个就很尴尬。对啊，所以一直以来我是都会像这些比较敏感的东西，我都会尽量就会想说，好，反正我就是闭嘴，然后我还是默默观察这样子。用 AI 来聊天跟创作故事，AI 聊天是真的有蛮有趣的，只不过我是没时间去跟他聊天。对，我在想说，如果今天如果很多时间的话，搞不好我也会跟 AI 玩得很开心吧。对，但是我是一个时间太少的猪。就到了故意拉塞，好，大概是这样子。时间来到3点了，我还没开始重训，因为我太快乐了。我这里没有半颗葡萄干，这里并没有半颗葡萄干，知道吗？好啊，记忆送出是最底下那一段是葡萄干是什么呢？请不是，是好，请好好阅读。你的国文老师要哭晕在厕所了。深层的爱已经满到溢出来了，不要记账，真的，巴巴熊深层的爱已经满到溢出来了，请不要记诵，谢谢大家。盛红，请好好阅读，谢谢，请好好阅读哦。好了，大概是这样子啦。我要来重训了呢，我好快乐，已经没有任何的葡萄干要我消灭了啊！这个礼拜真的是先苦后甘，果然是每次这个深层重训的先苦后甘都觉得很快乐呢。好啦，跟大家说好咯，总之75张的精装版如果有销售出去的话，好不好？我就来公开我那个打死都不想说的那个食物。那个东西如果跟葡萄干放在一起，你说我比较怕哪一个吗？先不要想。先不要想就对了，不行，两个都很头皮发麻，都2026吵AI还是要点动武了。我觉得就是吵也不是坏事啦，因为代表大家想要意见交流啦。对，吵不是坏事啦。先别记仇，谢谢，没错，他吧。会是交流
能所于，不然多少都会外流。现在基本上没办法，就是他查找资料其实已经是全球性的东西了，那个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对，所以我才一直觉得说，其实我们要提升的是我们的美感啊，因为到后来其实我们当然不能被 AI 支配，那我们能够支配它的是什么？把我们的美感提升，对，把自己的美感训练起来，我们才有办法去训练 AI。对啊。好，讲这个其实真的是可以讲3天3夜，大家都辛苦了，好不好？也感谢就是面线们的支持，以及愿意承接猪猪任何委托的绘师爸爸、绘师妈妈们。那这一次我们有合作的绘师，基本上比较密集合作的，例如我们这是去年的专辑的算是主视觉图，就是我们火火老师嘛。然后 L 爸爸更不用说啦，从 1.0 开始麻烦到他到现在，我们 4.0 也即将公开，以及我们的 Q 版的算是御用绘师，我们的泡芙老师，真的都很感谢这些老师们的支持，对啊，那 AI 的这个时代，我相信各个老师每一个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因应措施啦。我在想说，未来 4.0 公开之后啊，可能也可以把这些老师找过来一一聊一聊，就是 AI 这些趋势他们怎么看，对，都想听听看他们怎么去看待未来接下来的这个趋势之类的。他好断句别逃避，你也知道他断错句啊雨生一拉塞，可以要踩一个直接买断网运这个尊爵不凡哦，不会是我们福利熊，就用尊爵不凡，好，资本主义的力量买断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像趴趴熊这个月入数十万，我们买不起怎么办？对不对？对，但是我觉得有很多解决方法啦。对，这种史莱姆的美感我提出来，宝贝，继续保持你的美感，我需要这样的美感。如果 AI 不屑做我们的长辈图，我需要你继续帮我产出，知道吗？我就需要你这种长辈图的美感。AI 不屑做，我们自己来做，知道没有？4.0，我们暂时姑且相信它是有胖次的。自己看 GPT，Image 2.0这种，然后上那个怎么样？那个妈妈身上的漂亮到没？没，这种我们可以去训练的。是的，有吗？我们努力的成为训练师，不要被取代了，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与其说取代，我是觉得应该是会有更好的说法啦，就是他生来就是为了让我们方便嘛。对，那在我们可以变得更加懒惰的状况下，总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然后美感又更加的提升啊。科技始终来自于惰性拳击手很棒，我超喜欢拳击手的，我超喜欢，真的超喜欢。我好相信的，胖次绝对是我的。你们先给我把那个75张的精装版先解决掉，至于我有没有胖次，我在想象那个旗怎么立，这旗不能乱立，你知道吗？好啦，75张，拜托你们了，不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都就是大家量力而为啦，毕竟这个月报税嘛。但是我真的也很希望有机会去实现它，我们在一起痛并快乐着吧。来，重训咯。一下。我整理一下桌面哦。我又不小心聊太多了啦。我先把这个瑜伽垫先铺好呢。然后啊，我
们剩最后一盒的深层的疼爱重训餐嘛。下个礼拜可能不见得吃到，因为下个礼拜我把时间留给威力教练哦。我们这个深层疼爱重训餐，我们最后一盒要好好的保留，让教练分析一下里面的一些营养成分，再看看教练有什么建议给朱蒂卡以及各位健身的朋友哦。所以下个礼拜我们深层的疼爱重训，继威力教练的深层疼爱餐的分析之类的。好，胡林，在那之前，我要先去厕所，等我一下，马上回来，不准走开。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予你听到咱头口上速拍的大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想这。袂停，感觉世态，伊使紧像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来，千百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宝岛放飞，心比之绝比之情感淡的，含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陪搁在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准备拖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路相逢，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猪脚吞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予你听到咱头口上速拍的大魂。我回来了。我们跑，我们要逃跑！不再走又是葡萄干。
需要了，我葡萄干今天我们本周的葡萄干都被我消灭了。本周的蔓越莓干哦会比较好，好太多了。蔓越莓干它是可以吃的东西，蔓越莓干很大，好不好？而且对于女性的私密处的该滴非常的棒，赞，谢谢。好了，我这快点啦！哎，要3点半了，我怎么还在聊天？12下负重，我们要开始重训时间。我今天大概做到大概4点，要带屯妈去买豆浆。我们都热爱补充蛋白质的女性。医生来喽。6、7、8、9、10、11、12。好，接着30秒棒式，看看，大家继续忙哦。猪猪要继续30秒棒式。每一组32秒。OK， 我们节奏抓快一点。接下来第一组的50下深蹲。什么是逆兔女郎装？好来喽！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71、172、173、174、175、176、1
然后它是跟富田姐妹一样有杀伤力的东西是吗？不要再让我看到富田姐妹那些东西了。好。我今天4点应该结束得了吧？真的是跟你们聊太多了。可是我都是聊重点，我们要挑重点聊，挑重点聊就聊很多，对。因为等下我做完，我还要把这些快乐的重训餐把它吃掉。倒不是那个方向的是吗？好，那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安心了。好啦，但现在没空去查。专辑买起来哦！精装版要是破75，很棒，我就招，可以我就招，就真的是完全没有秘密了。我就招出那个可怕的食物，对我而言可怕的食物。OK。好，再来25。对，我全部都是重点，就连我的精明干练都是。那我讲20，那我讲21，那我讲22，那我讲23，那我讲24，那我讲25。哦，我先做完第一组50下，那我讲，欢迎来到离开便当。谢谢。精装版目前是对第一刷是200张，没错。我们当然是希望秒杀啊，但是像的唱片市场，大家购买实体版的意愿是说真的不是那么的强烈，是因为数位化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觉得有机会卖掉75张精装，其实就真的还蛮厉害的。但是你们愿意帮我们把200张都全部放回你们美丽的家、温暖的家，我们也会很开心哈。什么食物才不要让你们猜到？丁先生不行，我觉得如果有蔬菜还是水果还是什么罐头食品的话，我觉得那个会太好找，太可怕。谢谢那我的降落，谢谢聪聪。然后我看一下还有莫凡儿，然后这位是罗妈，打罗妈妈。我现在的荧幕离我有点远，因为我现在在重训。对，如果我不小心有念错的话，可以纠正我一下，没有关系。青椒我超爱吃。青椒我超级爱吃，甜椒啊，黄色的、红色的、绿色的，那个是人间美味。难不成是呢？他娃跑上去了。难不成其实很常听别人说不喜欢的吗？这不能跟你们说，那个太好猜了。不想要猜到的话，这样子75张那个旗就没了啊，对不对？好多闹，对，好多闹讲。因为我每次边聊天然后边做，我就会忘记我做几下这样子。实体版真的以现在这个情势来讲的话是收藏，对，是收藏。所以你们如果愿意收藏的话，对，那目前也谢谢拿我讲的降落。我们目前在去年成功的把我们的这个台语专辑跑完募资之后，我们现在也成功的把数位
数位专辑已经做出来了，在去年的12月24号已经出现了。那我们目前要开放预购的是我们的实体版哦。实体版分2版复古瓶装版以及尊爵不凡的精装版。那大家在我们的置顶或者是置底，不知道像是上方还是下方，对，上方或者是下方都有置底或置顶连结，大家都可以点进去做预购。欢迎大家用实际的力量来支持我们这个台语专辑，好不好？希望未来如果真的成绩还不错的话，搞不好未来我们真的还有第2章或者是第3章，可以让大家跟猪猪长长久久在这条路上这样。总之你刚才想那个人好像还没听过他的料理有出现过哪个？不能跟你们讲，完蛋了，我总觉得快被猜到了，不行，75章以后再跟你们说。谢谢你们的降落，苦瓜吗？我不能跟你们讲话，我不能跟你们讲，我觉得会越来越好猜，不能跟你们讲。这一集吗？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已经是不是很挑食的猪。好，因为是水灵宝贝问的，我答苦瓜，我超爱吃，我超爱喝苦瓜汤。对，豆腐乳不行，再猜下去就被猜到了，不可以。我说迪卡不喜欢吃啥，就给我，因为我觉得我敢吃的东西真的很多，不敢吃的东西其实就那几样，真的很好猜。好，我现在只要装死就好，我要继续重训。来，宝贝，我们现在要那个荡式的32秒第2组哦。宝贝，我们不要理他在讲什么，私下该怎么办啦？不要让你们知道，你们好可怕哦。我真的觉得我今天已经是太人畜无害的猪，还被玩成这样。那如果我今天我是一只不讲武德的猪，我觉得我已经直接人生毕业了，完蛋，被你们玩死。苦瓜好吃啊，再聊下去我就不行，我就对你们太诚实，不行。反正75张专辑给我买起来，75张，快点，75张达标了。蜘蛛再跟你们说，加油，你们加油齁，你们加油。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尊爵不凡的我们这个豪华精装版，很棒，我们现在已经卖掉了9张了，你们距离75张还剩下75减9等于64，我的数学进步了，对不对？你们还有64张要努力把它买回家，好不好？在64张的精装，知道吗？很棒，你们很棒，我的数学也很棒，我们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水灵宝贝对我们第2组棒式，我们不要理他们。去九州吃了生马肉，口感特别吗？白色的应该是。我其实还没吃过马肉之后的我有机会也去吃看看。56张吗？啊？不可能！不要骗我的数学。等一下，我说75，不是。等一下，75减9不是64吗？对啊，75减9不是64吗？不是吗？我不要理你们，我不要跟你们算数学，我要来做棒式。反正加油，75张，加油，你们可以的，加油！我们去年募资都过100万了，加油！那可以送给他那个食物吗？完蛋了，我觉得店先生真的是完全是你们的友军了，店先生他已经不单纯了，店先生他原本很乖的。我们这位大佬原本很乖的，他现在居然变成你们的友军，完蛋了！对，不要理你们，我要奏戏啦！不要理你们。32秒第2组。
一下。哎呀，我的数学才不是体育老师教的，是音乐老师教的，不是吗？75减9，我有算错吗？好了，我现在按计算机嘛，等我一下哦。75减9。75减9怎么会是66？75减9怎么会是66？对，是66。加油，你们还有66张！哎，我刚跳楼大拍卖帮你们守2张，你们自己要我就是对算对，我只要算错的话，你们就真的只剩64张就可以达标。你看你们这样纠正我，你们这样对校正回归，你们多2张，可恶！对，我怎么会算到64？有机会。果然是迪卡。电视先生，你确定你很乖吗？苦瓜炒咸蛋超好吃，我超喜欢吃。是什么老师一个都故意在厕所？说错答案，什么今天改的啦？我就忘记了啦，我那个4应该是要减掉，我那个70要减掉4啦。对啦，你们那谁不要盗我账号好不好？好啦，第2组50下，怎么会是66呢？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怎么可能是66？不就是64吗？伤脑筋，我怎么可能会算错？我精明干练呢。1、2、3、4、6、7。他娃是不是你开始教坏电先生的？他娃一下很清白很乖的，怎么开始投流合污之后，电先生也变坏了？我算到几了啦？没错，我们要保有初心，就是精明干练。看我们上班分析打这么。我很抱歉，新秀2先生，我这样就不强哎，好不好？6好了，7、8、9、10、11、算错才是正常的迪卡。算错你是谁被盗账号？我刚那一瞬间真的觉得我很精明干练，不要这样，我都觉得太棒了。我觉得我不止台语阅读进步了，我连数学都进步的当下，就我没想到怎么还是算错了。我真的这辈子没有理工科的头脑，算了，我觉得我还是去读文的吧。对，我真的还是去读文的就好了。结果是永嘉。哦，好哦，水灵宝贝被自家人伤害的感觉如何？苦瓜不喜欢，可是苦瓜超好吃哎！苦瓜炖排骨，然后你们再加一点苹果，是非常非常好喝的组合。是的，夯吉玛桑精明概念。
要建立自信，核心在于接纳自我与累积小成功。难怪我觉得我每天都很接纳我自己的精明干练啊，是不是？理工科必备。小熊宝贝，理工科的你，我靠你了，亲爱的。我是这辈子真的我能力点就点不到理工科，我真没办法。对，但还好，就是上天还给了我一点点文科的特质，好不好？他给了我一点文科的天赋，好不好？让我今天在这几个月还可以拼一下我们台语检定能不能考过 B 级之类的哦。哦，好，刚刚是50下的50下之一，对不对？哎，第二组的50下的25下，然后接下来要接下来是第二组的50下的25下，对吧？哎呦，数学真的好难哦！你看，我要傻逼死你们2张，想说你们买专辑冲的这么辛苦，帮你们傻逼死2张，你们居然还帮我校正回归到66张，好，66加油，对，加油，对，还有66张哦，大家加油哈！好热哦，好，再来25，然后我们就要棒式了。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
对，我的好意被你们全推翻了，只好校正回归。那个校正回归的2张，你们要给我好好的买下来，知道没有？涛啊，你一定是故意的，我算到哪里了？为什么2次都是你在干扰我啊？涛啊！算了，反正算不出来的就从，我记得我这样算到10几了。伊拉塞，默默跟他伊拉塞。只要提纲没去按计算机，都可以想到什么问题找不到。数学什么的实在太难算了，不想算了。啊，谢谢宝贝，你真是我的友军。你看嘛，宝贝对我最好嘞。17、18、19、20、21、22、23、24、25。好诶，接下来我们再来放式，放式32秒。奇怪了，我现在看着计算机，为什么75减9会等于66嘞？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会算错？75减9，那我柯林洗66，为什么它不是64呢？你们谁改了计算机的程式？好，我觉得我还是每次重训的时候，可能就报数一下哦，第一下哦，第二下哦，第三下哦，耶耶，感谢你的赞助哦，的抽赞助。好，来放式了。75减10不就是65吗？这个我还是可以算出来的，65对不对？这个我还是算得出来的，只是写要
我的数学老师可能不止数学老师，我的那个英文老师、数学老师，还有那个国文老师可能都需要哦。你可能要记大概2打，好不好？谢谢。来，我们来荡式32秒。啊，这个是快乐的重训时间。这一条，那可能凑一凑，应该可以让猪猪折手指酸。那也要你们有办法站在我面前，我再来折啊。然后这是目的号数学，对我只要有那个咸酥鸡跟鸡排。还有葱油饼、芋头，我就会算得很仔细，因为那个很好吃。9大于10是这样子吗？对啊，我75减10，我应该没有算错吧？应该是65啊。对耶，丁先生，对，那我刚刚为什么算75减9会等于64？世界的真理呀、我就说我想要傻逼死给你们2张，你们自己戳破我的那2张的成本，你们自己吸收。啊，我的用心良苦，你们都看不出来。那2张你们自己吸收，加油！我们原本64就可以达标，变成66，好不好？你们成本自行吸收哦。每样东西都会少一个，找不到原因，那就是被我偷吃了啦。对，葱油饼跟韭菜盒，我们家附近有一家，好好吃哦，这超级好吃的。哦，75减9，小喵喵刚刚猪猪姐姐已经算过，我这次不会再算错了，它是哦66，我自信的，它是66，对66，我不会再算错了。就是同样的招式，对朱迪卡是没有用的。66，谢谢大家。来，最后一组，50下深蹲。来，50哦。1、2、3、4，哦，有人降落吗？完蛋了，我算到哪里了？5，是火姐姐，卡门火姐姐，你等我一下。6，火姐姐；7，火姐姐；8，火姐姐；9，火姐姐。10，我姐姐；11，我姐姐，等我一下；12，我姐姐，我快好了；13，欢迎你的降落；14，看到你很开心；15，你吃饱未？16，多喝温水；17，你遐有热乎吗？18，我这天气就好诶；19，我姐姐等我；20， 21。23、24，好，等25、25，我姐姐，我回来了。来，我们深蹲50下，我们拆成2组，我们迎接一下我们味道卡门火姐姐的降落。
姐姐，谢谢你今天过来。我今天很努力的计算数学，虽然说他们都说我算错了，但是我认为我没错。对，诸事数学是世界的真理。我就问火姐姐，请问75减掉9是不是就等于64？绝对是，对吧？75减掉9，绝对就是64，这个就是正确答案，对吧，火姐姐？我姐姐现在应该心里想说，花了爸，早知道不要过来，都再怎样卖来啊，还要被抓来一起算一些莫名其妙的数学。谢谢火姐的叫咯，阿多玛酱，こんばんは。然后慧心，谢谢你的叫咯。我刚刚在跟大家讲说，因为猪猪去年很开心可以透过募资平台，然后很开心可以把我这个梦想中的台语专辑成功的募资解锁了。那么我们去年已经把我们这个台语专辑的数位版在12月24号已经正式数位上线发行了，各个平台都听得到。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重温一下我们以前古早时代那个人手一 CD 的年代，于是我们今年还是推出了我们的实体版 CD， 也就是现在已经开放预购了。对，那我刚刚就是跟大家立起啊，就是我们复古版跟瓶装版都有嘛。那瓶装版基本上就是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起来的状况下，我们还出了另外一个尊爵不凡的尊爵不凡的精装版。那精装版基本上成本就是比较高，对。然后这时候我的旗就立在那边了，如果我们精装版可以卖破75张的话，对，然后我可能就会公出我最怕的食物是什么。我目前只有让大家知道说我最怕的是葡萄干，但是他们在努力的攻我另外一个也是很怕的东西，我打死不跟他们讲。我说好，反正我们就对，只要我们精装版有卖破75张，我就讲，对。但是因为刚刚我们在平台上已经卖出了9张精装版了，对不对？好，我就说好，很棒。你各位尊爵不凡的大家都愿意捧场精装版，那我们现在好75减9，我们现在只剩64张，你们就可以达标，我就可以公出我最怕的食物的第2的之2，其2是什么的这个状况下，猪猪你算错了，猪猪你确定吗？你确吗？果然是猪猪，这个我没有来错频道，我哪里算错了？然后我按了一下计算机，靠，我真的算错了，我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我之前还算100减22等于88，不是火姐没有随便附和我，火姐她降落过来看猪猪算数学，她要见证猪氏的数学真理，好不好？这样在这边各位请一定要记得100减22，超糟的。对，我数学不知道怎么了，没错，对，但是每次一出错，反正就是大家都会就是在脑袋里记一辈子，怎么回事？好，很好，我就让你们记一辈子，我的精明概念，你们可以记一辈子就记，但记得好好拔起哦。好，想欺负猪猪吗？像葡萄干基本上我已经快吃完了啦，只剩最后一盒啦，只剩最后一 K 啦，伫我的冰箱啦，今嘛但是葡萄干吃了啦，我就无惊的物件啦，我就无惊遐的物件啦，卡兹啊，私の卡兹，わかる？我只要再把最后一盒这个吃完，我就可以嚣张了，知道没有？至于想要知道我第2种害怕的食物，那个真的蛮可怕的。但是呢，75张达标，也就是说目前剩66张的状况下，加油，加油，好不好？加油！我知道大家就说什么啦，小喵喵知道猪猪姐姐什么情形都错。对，就是生而为猪，都已经成而为猪了。我们如果还没自信的话，情何以堪？我们这辈子都已经生而为猪了，我们必须要有自信，成为一只有自信的猪。台湾猪真的是外销国外的，要有自信，知道吗？可以吗？5首歌，15首等于60，跳楼大拍卖，制作人整个亏死。制作人，我跟你讲，现在不止数学老师跟那个英文老师还有国老师哭晕在厕所，就连我们的制作人也要哭晕在厕所了。这是猪不会算数学，乱报价。黑社会心理疗程，那这题的写得很清楚，这个葡萄干不要，盛好你乖，你不要乱带新人可以吗？
好啦，我们还有25下，最后一次的25下，来。我记得最后一次25下之后再接最后一次棒式，好像就结束了吧的样子。谢谢大家的降落。今天是深城疼爱的重训餐以及我们的重训秒数还债。对我而言，深城疼爱是指的是葡萄干，但是我已经很努力的吃完它了。我拯救了屯族的村庄，在这一周又拯救了，好不好？那重训对我而言是非常快乐的事情，超级快乐，好不好？对，25下。嘘。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1、22、23、24，晨晨你是命哟，25，大家晚，大家好，25下完成。开始。来，我最后一组棒式，我们加快脚步，因为要4点了。来，要4点了啊！最后一组。OK。是谁宋红送出的汇集？宋红是想要狙击谁吗？好，我回来了。哦，快乐，太棒了！啊，等一下。我忘记先把瑜伽垫收起来了。哇，感谢深红乱丢汇集，也欢迎大家，不管是用绿界互动整合平台支持朱迪卡，或者是乱丢汇集，这都是身为主播非常乐见的，好吗？哇 ，OK， 我回来了，快点！我现在很快乐的这个深层的爱的重训餐，只剩下快乐的部分了，太棒了，太快乐了！我们从就是一点点快乐到有一些快乐到超级快乐这样子来吃吧。啊，在葡萄干面前，这个三色豆算什么？算什么？在葡萄干面前，三色豆根本不算什么，好吗？但是这个三色豆的萝卜有葡萄干的味道。葡萄干，看看你对于我的萝卜做了什么？好恶心哦！为什么就连这个也有葡萄干的味道啊？好夸张！
你好好的萝卜学什么葡萄干？你别忘了你是萝卜，你不是葡萄干。哇，不行不行，要配茶。对，就是快。幸好我觉得你是想被折断。好啦，不管有没有想被折断，我们专辑支持起来，加油！你们还是目前像暂时停留在66张，对不对？你们还有66张，加油，拼一下。对，你们还有66张，希望我此生真的有机会攻出我最怕的第2样食物，好吗？不要加兔肉。好，快点，把它吃一吃。然后今天也感谢降落大家，今天猪猪是还在台吼，所以可能有时候会跑得远远的，没有办法太关注聊天室。但像我回来了吼，然后重点是我们的实体专辑正式开放预购，我们这个台语歌真的每一首都当主打歌在做啦吼，大家支持起来吼，支持起来。这三色豆都不三色豆了，学什么葡萄干？救命！心动不如马上行动，你心动了吗？对于我们的屌比台语专辑心动的话，欢迎马上行动哦，心动先生安安。你们在上方或者是下方置顶连结都有我们的连结的部分，动动小手点进去。如果你觉得心动了，不管是专辑还是朱地卡的任何周边，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哦。雪心给邮件他说，我抵抗身体健康。那个东西搞不好就连油姐都公布出来，这是我藏在心里面藏得很深很深的一块，那一块虽然说因为我不太在他面前讲，是因为我就自己不会买来吃，屯妈也不会买来吃，我们就这样子心照不宣，你懂吗？这样你这样即使真的丢了2-3万块好了，我把我妈请来，她也拱不出来，真的。主还剩什么吗？我已经做完了，我今天的重训也做完了，我剩下这个快乐的餐把它吃完，因为我葡萄干已经吃完了。对，藏得很深很深，深深庭院深深深其实很深，连卷舌都不想卷了。是姨婆，姨婆可爱的姨婆，姨婆，我们刚刚在讲说，你们家的小宝贝不晓得对于那个画图有没有兴趣？因为我们家的面线有很多是人夫啊，然后有些小朋友可能上国小了。然后或者是有些才刚出生，非常的可爱，然后我就是会欢迎他们说，你们要不要把这个列印下来给你们家小宝贝看，说要印指纹啊，或者随便涂鸦，然后再上传到 Twitter， 然后 hashtag 猪猪新衣装或是台文政治迪卡请情杀，我都会去看。对，我们刚刚只是突然聊到说，就是面线有人夫可能愿意就是请他们家小朋友创作的状况下，那我们就聊到说，其他 B 鹏鹏如果说是已经当妈妈了，家里有小宝贝的，就不晓得他们想不想来创作。我就说，因为妈妈这个角色真的很忙，所以不晓得说，身为妈妈的，不管是姨婆啊，或者是婉婉太太有没有时间，但是没关系，就是都很欢迎。这个就是不强迫的，对，没关系，太小没关系，因为其实太小的小朋友他们的创作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对，就是他们随便的涂鸦，即使只有我想满月那个什么吃那个什么满月要吃鸡腿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满月有一个词叫什么我忘记了，好不管，对，即使真的只有生出来几个月，他们想传达的那个画的意念其实也是有的，很可爱不太敢给他拿笔，是不是？那也没关系，就不勉强，好不好？对，它有很多的颜色吗？不
不行，店先生一直在帮你们套我的话，不行，我现在要乖乖吃凤梨。这个凤梨真的是跟葡萄干比起来友善太多了，它真的是很美味的东西。对了，蜜月，我突然想不起来那个叫什么词。对，不愧是人夫牛妈。好，蜜月，没事，这个就不勉强。一幕老真是博学 ，OK 的，你们只要走一遭爸爸的经历，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忘记，应该是没有办法忘记，深深刻在你的生活里。什么都拿起来，了解，好可爱哦！什么都拿出来吃，什么都拿起来吃的状况下，超级可爱。所以现在有很多那种无毒的蜡笔，有没有？那个很棒。我之前看那个鹿儿岛的学姐无毒蜡笔，她那时候有在跟我聊，我就觉得，现在为了就是让宝宝就是可以比较不要暴露在高风险的环境下多做尝试，好像日本那边也做了很多那种无毒系列的，真的可以小朋友不小心误食了也没关系的这些原料跟材料之类的。对，红蛋跟鸡腿好吃。我很生红，要不要生一个？可以啊，姨婆要是愿意创作的话，但是没关系，因为会师都很忙，然后特别是又是会师又是妈妈的角色，又是更加的忙碌，好不好？那如果姨婆愿意创作的话，就是会非常开心，但是这个都不勉强，这就是新一装给大家玩一玩，笑一笑，大家方便再创作就好了。谢谢姨婆今天过来找猪猪，姨婆好好照顾身体哦，妈妈真的是很伟大，而且母亲节要到了，好吗？先预祝姨婆母亲节快乐！来，我们来吃芋头。我今天要来吃我最喜欢的芋头，我跟姨婆分享。妈，芋头真是人间美味。那两个外甥就累，是不是？照顾小孩真的是只能说不容易啊，非常非常不容易，好吧？全天下的妈妈真的都非常的伟大。我要用芋头敬你们，好吧？我最爱的芋头。我在今年在想说，猪猪的生日也快到了嘛，那答应大家要做很惊悚的蛋糕啊。我原本在想说，我想私心加芋头馅给自己，可是我觉得不要好了，因为我想到我的芋头馅必须配合大量的葡萄干，我就算了，芋头你还是不要进去好了。好好吃哦。人间美味。朱蒂卡又成功的拯救了豚族村庄，耶！好，谢谢大家。我们这个礼拜的深层重训，我们也和平的结束了，非常的和平，好不好？也感谢今天彩绘聊天室以及售出汇集的你各位专辑的面线们。猪猪生日要到了，想寄礼物的寄这里，想支持我们实体专辑的这里。75张精装版的旗放在这里了，快拔！希望我此生真的有机会拱出我最怕的第二食材，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记得拔起哦，我就等你们拔哦，就怕你们不拔哦。来，我们来找一下可以降落的地点最后呢，用芋头结尾果然是全天下最正确的事情。芋头果然很适合拿来做结尾啊。好，我们找一下降落地点哦。没错，我今天又算出了75.9064，我到底是怎么算的我都不知道。这数学真的没救了。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降落到，好，我们去找默默吧。好，这个时间难得可以遇到我们莫主播，我们去找默默，谢谢你吧。
成功拯救了豚竹村，葡萄干只剩最后一盒啦，是啦。我就想一下，什么时候要再开启那个有劲的轮盘呐？哎呀，真是的，怎么只剩最后一轮了啦？哎呦，真是的呢。我怎么没有转过去？我要转片尾啊！片尾咯。啊，是卡丘伊先生，伊拉下，欢迎来到迪盖宾的阿姆哥贝吉手啊！我今天已经成功拯救了豚族村庄，把今天该吃的葡萄干都吃完了。我们重训时数在这一周也还完了。太棒了！我想打嗝上来是拯救世人的味道，是芋头的味道，好不好？谢谢你们大家，然后也谢谢卡丘伊先生过来跟我们一起转机。谢谢你们大家，我来看一下，我们接下来要降落到默默的频道了。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ゾモさ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を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加入到默默主播的频道了。我们带着深层重训的疼爱，一起过去跟默默主播打个招呼哦。谢谢你们大家。明天基本上安排的是突发，但是可以的话想跟你们多唱几首歌呢。因为礼拜4跟礼拜5基本上就已经既定了嘛，礼拜5就是我们教授歌会，请各位学长们还是学长准时出席好不好？好，我们这次也是广邀学长，不是广邀教授。如果又唱成了一个教授的形状，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但是也只能唱了。然后礼拜4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奥义长来一起跟我们聊一些非常独特的台语哦，好不好？谢谢你们。那么明天我们早上如果猪猪时间空得出来的话，我们可能会稍微唱一些歌，然后猪猪下午会再去忙这样子。谢谢你们，75.9等于64，谢谢。好啦，就先安呢，大家拜拜。